如果大家咧揾緊何文田區半新樓，性價比高，亦都係近地鐵站，交通方便，生活亦都一應俱全嘅話咧，咁呢個單位咧值得睇一睇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美聯物業嘅 Jenny， 由土瓜灣港鐵站步行3至4分鐘左右啦，就到我哋今日要參觀嘅屋苑半山1號。半山1號一期呢，每戶都係一梯一戶嘅。今次我哋參觀嘅單位呢，實用面積係1252尺，客廳同埋主人房都係向北，外望開揚嘅景觀，遠眺筆架山山景，近望內園嘅泳池景。主人房套廁係4件頭設計，分別有淋浴區同埋浴缸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個工人房，相對返而家新樓嘅工人房，開積比例相對人性化。另外一邊向南有2間睡房，同樣外望開揚綠色景觀。半山1號一期係09年入伙，但係屋苑嘅環境保養相當新淨。屋苑會所設有室外、室內泳池、健身室同埋桌球室等。屋苑自設商場，亦都鄰近港鐵站，衣食住行同埋生活配套應有盡有。咁今日睇完呢一個單位啦，首先嚟講咧，我覺得半山1號咧呢個區域咧十分之完善啊，生活配套咧亦都係好充足嘅。咁樓下咧有超市啦、便利店啦，亦都有唔同嘅食肆啦、酒樓啊、茶餐廳啊，甚至乎美容院同埋按摩按腳嗰啲都有嘅喎。咁第二咧，其實半山1號咧就屬於何文田區內咧，我諗都係屬於頭3甲租務市場同埋買賣市場咧嘅一個好活躍嘅屋苑嚟嘅，所以咧買家買翻嚟咧都好放心，可以放租啊或者自住翻嚟咧都有啲投資價值嘅。咁第3啦，呢一個單位咧係屬於南北通啦，呢邊向北啦，而且呢一個樓層咧屬於中高層嘅，望到對面筆架山嘅景觀啦，而且望出嚟亦都係好開揚、好綠色景觀嚟嘅。望翻下低咧就係屋苑泳池嘅。咁呢一個單位咧就1252尺啦，咁咧就做咗3房1個套房嘅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歡迎嚟聯絡我啊！我係美聯物業嘅 Jenny， 多謝大家，拜拜。